今次咧係我近期第3次翻到嚟呢一個嘅美孚新村嘅屋苑啦，住落咗一對經營服裝網店嘅夫婦啦，每日都要面對非常之多嘅客戶啦。咁翻到嚟屋企咧，務求都係想擁有一個可以放空自己嘅空間。男屋主咧係一個神學嘅愛好者啦，中意睇書之餘咧，亦都非常中意聽音樂嘅。而女屋主咧係一個好活潑啦，好感情豐富啦，陽光得嚟咧，同樣咧都好中意睇書啦，得閒嘅時候會砌下 puzzle 啦，亦都會經常落廚嘅。咁所以咧喺設計上咧，我好想營造到一種好活潑嘅氛圍啦，就大膽啲用咗一個冷暖嘅對比色啦，就好似佢哋兩個俾我嘅感覺一樣啦，好開朗、好幽默、好有情趣嘅。原先咧一個單位咧已經加建咗一個客設嘅空間出嚟，吸引咗中意招呼教會朋友嘅屋主兩個人咧去購入咗呢個單位嘅。但係咧亦都有比較多嘅缺點咧，譬如話係廚房嘅空間過於細小啦，原則嘅房間間隔咧呈現唔出呢個單位應有嘅空間感。所以咧我亦都必須要重新構思翻一個合適佢哋使用嘅佈局。咁我咧就將除咗套廁之外嘅間隔都拆除咗啦。將廚房同玄關結合成一個共用嘅區域，滿足翻女屋主一直都想要一個玄關之外咧，亦都加強翻佢煮食時可用嘅空間。咁另外咧，我亦留咗大約1/2嘅面積俾咗起居室嘅。呢個空間咧足以可以招呼到15個人同時使用。再者咧，喺一個工作區域嘅旁邊咧，加咗一套嘅大型趟門屏風啦，去解決翻佢哋處理一啲教會 Zoom meeting 嘅工作需要時使用。最後咧，分配翻一個剛好適中嘅空間咧，俾翻客廁同埋寢區嘅。一入到嚟大門，第一個空間咧係一個玄關，亦都係一個廚房嚟嘅。喺旁邊咧，我運用咗2組約4尺闊嘅大趟門咧，去隱藏咗一個雪櫃啦，同埋一個鞋櫃嘅。咁前邊咧有一隻小小嘅窗啦，觀景咧係好近嘅大廈樓景。咁我哋都想保留翻採光度啦，所以咧就喺前方咧就加咗個半透嘅玻璃窗咧，去解決翻呢個景觀問題。廚房咧就係女屋主嘅主場地啦。咁佢煮食嘅習慣咧就好乾淨簡潔嘅，每次用完啲廚具咧都會擺翻晒入去啲櫃入邊嘅。所以即使咧我運用咗一個玻璃嘅屏風咧，都唔會顯得過分雜亂。咁為咗用盡廚櫃嘅收納空間啦，今次運用咗一個比較少見嘅頂揭式洗碗碟機咧，就收埋咗喺廚櫃嘅暗角位置嘅。咁女屋主咧，因為都多落廚啊，佢亦都有提出一啲油煙控制嘅問題啦。簡潔嘅趟接屏風咧，其實係可以封閉翻成個空間嘅。客廳部分咧，空間比較寬敞啦，為咗突顯翻佢哋性格特質咧，我運用咗一個強烈冷灰調，配合一個溫暖嘅黃色系咧，嚟做一個強烈對比嘅。我有個私心咧，係用咗一個圓水鐵啦，嚟去運用喺一啲燈喉位，凸顯翻屋主佢哋咧接受力非常之強嘅特質嘅。喺客廳望向廚房嘅位置咧，我就運用咗一個比較窩嘅夾板材料啦，去做翻一個明確空間分割效果啦。因為佢哋兩位都好健談啦，日常好多時候會傾偈。咁所以廚房咧，我都運用咗一個玻璃嘅趟門屏風咧，俾佢哋嘅。佢哋日常咧，經常招呼大概10至15個教會朋友上嚟一齊聚會啦，就揾咗一個比較年輕嘅工作室啦，度身訂製咗一張原木製嘅可延伸活動餐台。預留咗一個有碌嘅櫃體，可以當為一個 bench 位啦，可以坐多3個人嘅。
男屋主咧，佢放假嘅時候係好中意聽音樂嘅，佢亦都有一部好靚嘅黑膠唱貼機啦。設計上邊咧，我刻意預留咗一個少少嘅 corner 位置咧，去展現翻呢一部咁有味道嘅唱片機嘅。咁佢哋兩個咧，除咗自己個人工作之外咧，喺假期咧，其實都有啲教會相關事項要處理嘅。佢哋兩位咧都要有一個工作台面嘅位置啦。咁亦都考慮到佢哋需要一啲嘅視像會議啦。我喺工作區同埋起居室之間咧，就加咗一組約3.6米闊嘅活動屏風，去俾翻一啲彈性佢哋去使用。咁因為咧佢哋兩個嘅衣物量都唔少啦，咁我利用埋剩餘嘅牆身咧，都可以安放到一組大型嘅衣櫃，去解決翻呢個需要嘅。書台嘅兩側啦，分別會有個玻璃櫃啦，去擺放翻一啲嘅書籍啦，亦都會有一個 coffee corner 位啦，亦都預留翻一個合適嘅收納位咧，去擺放翻一個抽濕機啦，同埋一部掃地機械人嘅。依家新出嘅掃地機械人咧，好多時都要喺頂部去更換塵袋啦，咁所以設計上都要做翻一個頂結式嘅門板咧，便利翻佢哋使用。咁屋主咧，除咗需要處理自己嘅工作之外咧，週末咧其實都有一啲教會相關事務要處理嘅。佈局上咧，預留咗一個採光度比較理想嘅位置咧，去做咗一張長嘅工作台俾佢哋。而嚟到工作區最篤篤嘅位置咧，就會有兩組咧用色連貫嘅門啦，分別係通往客廁同埋寢室嘅。咁客廁咧，以一個500尺嘅單位嚟講咧，係一個 bonus 嘅存在。佢嘅空間咧唔需要過大，唔需要一個沖涼嘅位置。冇客人嘅時候咧，佢亦都係一個洗衣加晾衫嘅區域。喺平面圖上嚟講咧，主人房係冇任何嘅窗戶嘅。咁但係我哋考慮過採光同透氣嘅問題咧，套廁嘅窗咧，係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嘅。咁同時咧，主人房嘅門咧都用咗一個半透嘅玻璃咧，去採納翻一定嘅光線啦。咁其實日常使用咧，打開個套廁門啦，打開個主人房門啦，空氣咧都係非常之流通嘅。就算要開冷氣咧，我哋只需要將起居室嗰個大屏風趟門閂埋咧，咁工作區同主人房咧就會變成一個大型嘅獨立空間啦，免卻咗一啲冷氣流失嘅問題。寢區咧嘅空間有限啦，只能夠做到單邊落床啦。為咗令呢一個只有大約60平方尺嘅空間顯得唔會太壓抑啦，床頭咧都運用咗一啲玻璃磚嘅手法嘅，令到套廁嘅光線咧都可以帶到入嚟。咁去到套廁嘅部分咧，係呢個單位咧唯一冇做過間隔變動嘅空間嚟嘅。咁由於咧呢一等樓咧嘅喉管都係喺呢個套廁入邊啦，咁所以個空間略顯會比較狹窄嘅。今次呢個項目咧令我最深刻嘅位咧，就係我覺得佢哋兩個係真係一對好襯嘅夫妻嚟嘅。女屋主係一個非常之活潑健談嘅一個人，而男屋主咧亦都係一個親和力好強嘅一位丈夫。佢哋相處上嗰一種舒服感咧，令到我都好羨慕嘅。第一次同佢哋見面，有分享過俾我聽啦。因為佢哋一直都要照顧上咗年紀嘅父母，所以咧長時間入邊咧都冇置業嘅。而今次咧，佢將第一次置業嘅一個單位咧，就交咗俾我去處理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好想俾到一個好難忘嘅一個生活嘅回憶佢哋，值得佢哋咧花上10年甚至更多嘅時間咧去住喺呢個地方。